由立委林俊宪服务处甲昆山科技大学合办青年 AI 体验营，17号下午将连续2礼拜伫昆山科技大学来举办。第一天邀请到校外知名的讲师，有导演林思翰，甲艺术总监周秉轩来担任讲师，希望对学生有所帮助。这次主要有2位校外的讲师，然后有1位是校内的讲师哈。那校外这边包括这个林思翰老师，那其实他本身在北部就已经把这个 AI 导入设计，然后做了非常多的专案。好，那其实这个成绩也非常亮眼。那甚至在台北的这个大专院校，其实都有聘他做这个客座的教授。那另外1位这个周秉轩老师，那他也是一个跨域的设计师。好，然后这个 AI 的部分导入他专业上也用了很多年。那尤其在大概在近年，他跟蔡健雅的这个演唱会的合作，那其实都有目共睹。好，所以我们也借此呢，让这些国际的这些大师能够亲身的到学校来，跟学生能够做最亲近的一个接触，好，跟这个传授。伫第一天的开幕式，包括立委林俊宪、议员黄兆辉嘛拢亲自到场，为青年学生来勉励。面对 AI 的浪潮，不管是未来应用甲执行，充分甲学生来交换意见，并且学习。所以现在是一个超级电脑的时代，也就是说，未来在 AI 的国家基础建设，政府会大力的发展和投资。那第2个就是在法治面、制度面。那我身为一位立法委员，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国家创立一个完善的一个环境。所以未来在法治化，现在产业的进步比法律比立法者的思维还要快。那昨天这一点也是总统所勉励我们的。那我们这一次的 AI 青年营非常难得那个我们昆山大学为在场的每一位我想对 AI 有兴趣想要强化精进自己的各位应该有很多同学、年轻朋友安排了非常精彩的课程。不仅我们2位讲师都是在那种视觉设计上这个非常卓有，可以说在技术上他们有非常厉害的一种创作。各位可以看到，这个可能会比科幻电影还要精彩刺激的。那我们可以亲自的看到 AI 能够为我们做什么。会中除了强调 AI 的重要性，甲着未来的发展趋势，立委嘛鼓励学生应该赶上这波的科技趋势，未来才会有无限的发展可能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